好来，继续来看去年赚大钱的航运产业，今年无遐好康咯。阳明海运顶礼拜开董事会，讲今年的年底奖金只有1个月，甲去年摕13个月是差有够多。去年赚真侪航海王，今年王位敢是保袂掉哇？阳明海运顶礼拜召开董事会，风声讲今年的年底奖金敢若1个月，加上每一年固定的第13个月薪水，总共是2个月。和去年13个月年底奖金比起来，去年做一档是赚2档，今年哪会差这多？今年的这个货柜的一个运价是比去年来讲的话是大幅的一个下跌。回归长线的话，还是要看明年的货柜供给的一个状况。那明年我们估计供给的部分会增加9%，但是呢，需求只增加2%。连最近航海危机有关的航运股价也随着危机跳单来转冷，同款冷清的也有英国大家拢正欣赏的大速世宝。今年前3季的业绩，年底奖金敢若符合3个月补偿水准。本地咧望望第4季的业绩，结果当着伊巴冲突影响着复苏。以前11个月业绩来看，工会争取3个月半年底奖金，恐惊是无啥希望。中国经济状况不佳。这个导致于对于这一些原物料的需求是大幅的下降，因为中国它是全世界对于原物料需求最大的一个这个国家嘛，所以中国的经济走弱的情况下，这个也影响到了这个塑化产业的一个状况。根据人力银行的调查，年底奖金本上济是金融保险加会计业2.75个月，是连续11档摕冠军的金饭碗。若送摕年底奖金上少的，根据统计，台中团保和公关广告业敢若半个月。今年的寒天实在特别寒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